愿地白婉转，找到天公生去找查这是十二正行山。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甘尚仁。参与到咱台湾音乐文化工会差不多40几档了。我做的这个台湾歌谣已经有500几首啦。其中呢，亲像讲正话调啦、心情啦、讨爱人啦、12生首歌啦，这可能较侪人知影。各位朋友，你若对我的创作的心情、甲行过的路有兴趣，欢迎来收看《心所爱的歌》。迄个第二阶段就是老母的情，老爸啊，男神。简老师伊做拍片，伊就是拢推广咱的台湾歌谣伊不但写高雄的歌啦伊原来去各县市你像台南啦、台东啦、屏东啦甚至绿岛啦这个嘉义啦云林啦，伊拢写各地有特色的歌。伊做真久但是伊拢感觉伊本身毋是读音乐的要讲话人无啥要甲晓到咧伊就感觉讲话无啥物影响啦伊想的伊30几岁决心就要去考师大音乐系啦。30几岁开始学钢琴啦，遐无简单啦。我足甘心的，就是讲伊安尼，为台湾安尼，为着即个台湾歌曲的这程度要甲提升起来伊真拍拼伊写真侪即个真好的台湾歌曲啦上人啊，今仔日我真欢喜会当来即个节目介绍你。我感觉你伤拍拼啦，爱身体爱顾。身体好，毋才会当行久久长长你要做的这个音乐的提升咱台湾的音乐的水准你才做会久久长长身体一定爱顾拜托。咱若爱做生，请你唔通嫌台湾土地虽然有较矮，风来报道真美丽。阿爸的歌，阿母的话。咱若爱行顺，请你唔通嫌台湾海归花深海岸，遥田远也有山，过枝的甜，五谷的香。咱代代吃月卡。咱若爱咱东，请你唔通嫌台湾。语言虽然无同款，运命注定一家人，无怨无怨，拍开心通顺，咱的幸福陪思人，咱的幸福陪。
咱今日邀请到真正是台湾歌谣的大作家，郭正刚才要报伊的銜头，我家己就真紧张。简尚仁老师，台湾民间音乐推动研究的大师，老师欢迎。嘿，郭正兄你好，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郭正读大学的时阵，就读你的册，愈看吸收愈多，对台湾音乐的知识才慢慢伫咧大汉。细汉的时阵，对我有足大的影响。细汉的时阵住伫草地嘛，迄个环境吼，咱台湾传统的社会内底，拢有这种机会。吼，阮对面就是南管团啦。吼，有当时啊，你咧写功课的时阵，南管团咧练习，迄声就传过来呢。哦，袂说伫耳仔孔边啊，你甲你伴奏安尼。迄个做环境啊。这环境，哦，咱就无形中间就去说了解讲南管的风格。哦，亲像你描写一个山水之美迄种，真安尼婉约、柔情迄种感觉，吼。尾后我都爱看布袋戏啊，吼，看布袋戏、看歌仔戏咧。若去庙口看免钱啊，吼，若布袋有当时无钱人去要看吼，拢徛伫门大门的边啊等啊，隔壁阿伯啊来讲，阿伯啊，带我入来看布袋戏安尼吼。迄阵啊，我细汉的时阵，伊拢叫我大头仔人啦，是安那呢？我成绩应该算还袂歹啦，我班上拢第2名啦，吼。但是我都无啥咧读册咧。遐阿伯啊、阿叔啊，讲奇怪，迄阿囡仔都无看你读册。若拢会第2名，吼所以我若拜托因带我入去，因拢无意见，绝对甲我帮忙就对。所以我为布袋内底吸收足多，布袋内底有音乐，有南管的，甲北管的，吼所以这个中间像北管内底伊有一种我足介意的。这北管本来是中国是长江以北的音乐，但是流传咱的先民带来台湾的时阵，用湖南腔咧唱这个北管。吼但是其实伫台语这个社会内底吼，伊迄个无咧根治，但是迄湖南腔伊咧根治咧唱的时阵，说台湾的这个也做艺术咧唱的时阵吼，感觉讲迄唱着歹唱，不如用台语来唱就好啊。安尼就是本土话。都本土话，华语4声，咱台语7声8调。这音调拄我无共款的时阵，伊爱拗音拗互大家听有，所以伫迄个旋律中间，伊会做一寡改变，变做是本土化台语唱的法官，所以这喊来啊，无事啊，啉酒啊，是咱人的享受。梁山拜酒的拜见啊！上公车啊，有公车啊，白尾溜啊，黑白溜啊，话说啊，郭正兄你都唔通溜。你看。伊这风格，你看足豪迈，吼这个就是咱家本土的用台语去唱，民间的老艺人拢讲，这叫做乱弹啦，乱弹咱伊个是用文言音，就是咱讲乱弹的意思啦。总共就是足精彩，唔知人讲食饱食3餐，看伊爱看乱弹。对，我会记得迄阵啊考师大研究所的时阵，柯尚伟老师有出个题目，食饱食3餐，看乱弹，叫我做解说安尼。我这句我都一边一中安尼吼，因为我有咧做电影调查嘛，这是为南管北管吸收的物件。你歌戏内底嘛足多啊，你文言出来，你怎行路文质彬彬，伊的吟诗嘛，讲洪文白，伊不共款的角度拢有，像文言出来，伊都念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下吴国正啊！像安尼来讲，细汉的时候，我一足大震撼的。
迄布袋你念的台语，比老师用迄个华语你念清明诗较好听。用清明时节雨纷纷，嘛无感觉雨咧落咧。你看台语呢，清明时节雨纷纷，唰唰唰唰，真正有你落雨的感觉啊！路上行人欲断魂，真正你举刀啊挂肠啊共款咧。这位内底你感受会出来。但是囡仔的时阵唔知，台语较好听。阮只教我囡仔吼，就甲这个调体来的时添。较俏当的歌词，一天过了咧又一天，身躯无洗只转转身，走去溪边是洗衫便，头是活鱼，哎呦数万千。安尼嘛是闻到迄个臭臭的味。哦，这就是为遐吸收，无形中间吸收，就变化讲，尾后咱咧创作研究的基本所在啦。我先爱佫讲一项足重要，对我有影响，就是阮老母。阮老母伊个台语足好，吼，伊迄个做谚语啦、故事啦，阮老母是家己人，爱寄来阮大拿草地，吼，迄阵诶人也无咧节约啊嘛，吼，所以一年半生一个，我排第三个啦。甲暗时诶时，囡仔精神足好，毋困啦，迄弟弟妹妹都毋困啦，阮老母无法度，伊就甲抱咧落去客厅坐一条。迄较早椅头啊圆的吼，悬悬坐咧，就甲拍迄个卡层被，念一个摇篮歌的童谣，吼，这摇篮歌我甲伊归伫这童谣内底的母系的童谣啦，因为老母你念迄囡仔细汉的时也无啥爱讲的，但是你听，吼，你念的时阵，咱摇啊摇，摇了摇，摇甲来山去万桥。安尼念，配合这个节奏，当时念个嘴酸吼，佮拄久啊，挡袂牢。伊想讲袂使，囡仔还袂困哩，哪会使我家己拄久咧？伊就徛起来客厅，安尼佮行来行去，哪行佮哪摇啊摇，摇了摇，行一个久，骹酸佮转来这个椅仔才坐落。这个时阵无超过5分钟吼，目睭就起去啊。客气的时阵，伊咧念嘛变慢啊，摇摇摇了摇，摇甲来山去万桥，迄手吼嘛慢去啊，不但慢去，佫无拍着囡仔脚床被啊，等于悬空啊，摇摇了摇，迄阵啊我才6岁，看着足感动。所以每一首老母的摇篮歌，拢是伟大母亲的颂歌共款。吼，我一个感动啊！但是尾后我开始重视这个创作的时，这就是我写的第一首歌化作旋律。这其实就是我细汉阮老母伊教的吼。摇啊摇啊摇啊落摇。摇到来山去万桥，万外多咧，万甲一饭咧，也好食咧，也好买，也好好ain't做多济。照起床，讨海的人来出门，出渔港咧牵希望，为着咱的全家人。紧来去，这阵是掠鱼的好时机。用伊做出名，海浪大咧海
海风强，嘛无比阮的手屈用。天花光咧照起床，土海的人来出门，出鱼工咧牵希望，为着咱的全家人。紧来去，这阵是掠鱼的好时机。拼落去啊，不拼咱就会掠无鱼。风惊咧雨惊，土海人用伊做出名。海浪大咧海风强，嘛无比阮的手屈用。一般人吼，伊若对布袋有兴趣，伊就去个野红啊。对。一般人若对北管有兴趣，伊就去后场做教师安尼。叫老师说拢无，说拢大发挥啦。原因对倒位来？初中的时阵，我读嘉义中学嘛，迄阵拢看迄个做啥？迄阵还阁有日本的电影，吼，我最爱看少林寺啦。少林寺拢演游剑嘛，吼，你举一个椅搭，吼，去到倒位就行劫做去拍歹人安尼，吼。我自细汉拢做囡仔头，吼，原来有迄个夹骨之情，对对？就讲这个有介意，吼。迄阵尾啊，佫流行迄个做美国迄个猫王普利斯莱嘛，吼 ，Can you see I love you？ 唱迄摇滚的吼，我嘛感觉这嘛是足精彩的咧，吼，我当甲吉他当做讲咱台湾迄乐琴共款，但是人伊6条线，咱2条。6条较精彩安尼吼，我才开始去学吉他。吼，学吉他的时阵吼是欠钱呢，吼，安尼迄阵啊散车，一礼拜甲5角的零用钱尔嘛，安尼慢慢欠到尾啊，佮有我朋友帮忙才去买一支吉他，吼，伊甲帮忙75块，我75块去买，2个合起来去买一支吉他。到尾啊，高中的时候我就组一个合唱团啦。迄阵阮几个拢是挂这目镜，阮个叫做镜言合唱团。有唱西洋的，有唱华语，有唱台语。迄阵少年人要唱台语，真少，阮佫有男台语来唱。吼，尾啊，到大学的时阵，我嘛组一个。迄阵主要就唱西洋歌的热门合唱团。迄阵大学的时阵无钱人注册吼，我走去美军俱乐部唱英文歌，去趁钱啦。迄毋是凊彩人会当入去的。所以有行过迄条路，行到迄条路，就是大三迄个时阵有一个转捩点，转捩点吼。就是我迄个演唱会，伫迄个做演唱舞会的时阵，大家狂欢狂唱嘛，足闹热。但是我租的厝吼，伫即个田的边啊，足安静。我回来的时阵，坐伫迄文昌头端咧想讲，明年换咱就要大四要互送毕业啊！佫唱这西洋歌，敢无啥物路用？你安怎唱？你也唱西洋人啊！哦，你唱西洋歌趣味会使哩，你要敢爬个当唱比较好，无可能。哦，迄个时阵无形中间有一个感觉，改成故乡的音乐，你甲我呼唤。就细汉我所接触的这些物件，当你甲我呼唤讲，你就行当乡土音乐的故乡啊！我迄阵也想讲好，安尼我若要唱我趣味的就好。我毕业了也无可能去唱歌食饭啦。迄阵安尼想，所以既然我若有兴趣要做这音乐，我开始来好好来累积来吸收台湾的音乐。所以我大三就开始整理这个台湾歌谣传统甲创作的遐物件。毕业了我当然去海关上班。可以去海关嘛？是讲老师对音乐将来毋捌放啊，包含讲你安尼有好的作品，你嘛佮去参加金文奖，佮共摕干那台语你遮读你写的台语歌，得到金文奖，
还有个是什么款的考虑？这是安尼啦，当时的生活是伫高雄海关上班啦，迄阵住伫高雄后山啦，迄阵这个所有的民歌开始的时阵，李双泽嘛，杨璇嘛，因伫台北有咧开始发展这嘛，尾啊，阮有伫南部有感受到讲，少年人咧创作歌谣出来，我讲因拢写华语较济，我细汉接受到迄台语的这个台语歌谣、台语音乐这部分，嘛是足优雅的啊，咱敢袂法度甲用迄摕来来甲创作，甲吸收迄个养分来写新的歌出来，来去参加比赛，怎写正月条嘛？迄正月条其实无这个名是我甲好的啦，迄是阮细汉咧讲，毋知影什么名，就讲初一早、初二早，话较无押韵，我甲慢慢甲改变，就变做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到饱嘛。一条歌，迄阵比赛的时规定是讲你先用录音带录好，摕互因听嘛。复赛的时阵，因敲电话甲我讲，叫我着爱来台北唱。我讲我毋敢上场咧，我着讲你比赛要上场，无我算了，我无爱去安尼，我放弃得了啦。但是海关的同事吼讲，袂使哩，你难得的机会，甲进去甲决赛啊，你无去哪好，安尼无彩啦，我同事我足感动，因单合齐起来买来回机票呢，用一个信用袋来讲摕来互我讲，拜托你去比赛好无？决赛爱去比，我机票甲你买好啊。这个情形之下，咱想要让大家迄个热情咱感动。老师，你嘛足得人好呢？尾后我当来比赛，比赛迄时阵主审就是鼎鼎大名的林志教授啦。我第一句唱出来就初一早，迄第一句唱出来就一徛起来啦。哪有这个少年呢？用台语来比赛？我想伊，我感觉伊表情甲你这样嘞，了后结束了，伊就来甲阮有熟悉啊。我知影吼，正月条写完无偌久，吊顶无偌久，老师你敢若着写讨海人啊，对无？对，迄阵要较戒严嘛，讲我即摆写台语歌嘛是有人会感应，嘛有人愿意出版的，即摆我有一个机会做这个做创作的民歌手，我就专门做台湾歌就好啊，是安怎咧？我迄阵的想法是讲，我迄阵细汉成长的过程，感受的台湾的音乐甲台湾歌是有水准的啊。先来甲迄个时阵，1970年代，昏迷只为佚佗的人目屎，我滚离开3000里，当时要当来水在里，整个台语歌变做足稀微的。当然，我迄尾我有研究，我知，就是讲当时的台语唱片的公司，因不得不安尼做，因为伊的消费者拢是加阶层遐的朋友啦，消费者的考量都是爱安尼做。但是我感受到的，像日本时代，平平吴耀辉嘛是咧讲烟花女的代志，人先会写甲遐水，先来你甲迄个60年代、70年代的酒家女，就一定爱讲甲遐录不出来，所以我感觉台语歌若安尼落是长久来无希望啦。所以一定都爱写出优质的台湾歌，找回台湾人的尊严。所以我无要写华语歌啦，我专心。我既然我有海关来上班嘛，我专心来做台语歌嘛。有钱无钱无要紧，我的职业海关嘛，所以我伫职业以外，佮开出一条路叫做职业。职业是食饭的海关。职业是我一生的兴趣，甲期待，安尼所以自迄阵开始到即马一路行过来，40-50冬拢咧做台语歌，有够含慢的。
唱过中华新地，唱来到台北市啊喂。你弹着月琴，唱着思乡记，感动阮大家，目屎你都点点滴，予迄个青年男女嘛来摕着吉他。唱出心内的歌词啊喂。唱着思乡记，就来想起你。思乡记，思你都思乡记。对迄个台北新地，唱起到着家己。唱过凤港车声，唱到恒春去找你，直直找，哎哟直直找，永远找无你。道理头拄我咧讲，少年的时阵成绩就较好啊，人叫你大头仔人，安尼读册考试拢遮顺遂，也毋捌讨海啊，那去写迄条讨海人。讨海人这条歌是安尼，迄阵我住伫高雄，啊你会记你讲迄阵美丽岛事件，吼，美丽岛事件拄我伫高雄发生，拄我咧开始准备要写一条歌，就是我去看林怀民老师因的新团《大海的故事》，吼，啊我是讲。大海的故事描写着咱的老祖先渡过湖水沟来到台湾，冒这个险来到台湾开垦咱的家园。这个精神呢，应该爱写一条用现代角度去写一条歌。哦，啊，我想讲，古早时代遐个人，伊迄个历史，即卖现代人不一定拢遐了解。啊，但是伊迄个渡海的精神，咱即卖的讨海人伫海上茫茫的大海中，你掠鱼，迄种向大自然拼命的精神，都是老祖先的精神。所以我写这首就是讲，要互老祖先迄种冒险、向大自然拼命来开创咱台湾家园迄个精神。有影啊，老师歌词讲拼落去，唔拼咱就尾啊，拄碰到这个美丽岛事件，我讲美丽岛事件了，你甲看，民主乃是咱人类上重要的这个。普世价值，吼！美丽岛事件了，遐侪人去用掠去，敢会影响到大家说唔敢搁行出来？安尼若台湾民主煞无希望啦。所以我伫迄阵啊写2条歌，一条就是讨海人，就是讲咱要用这个讨海人的精神，吼拼落去，拼咱就掠无鱼。即阵是掠鱼的好时机。嘿，这是掠鱼的好时机，就是讲这是爱继续开创台湾。民主的好时机啦，因为做一个艺术创作者，莫写较白啦，吼，伊这个双关言语啊，变化，这个延伸吼，较有意思。一个较明显的是，我另外写一条叫做第2部。哦，第1部土并无代表一生无前途，
勇敢爬起来，行出第二步，就是讲民主是咱要搁追求、继续追求的方向。这是有录音，但是迄个唱片无发行啦，足无早，迄种四海唱片厂做的，吼，音轨也无发行嘛，啊无迄内底，毋知有别人有去看到这条歌，当毋知安尼去甲用出来吼。我看因选举场有当时啊，咧播这条歌，我捌听到。我尾也是读民族音乐校嘛，啊，民族音乐校含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吼文化拢有互动，就是讲这个物件伫音乐头顶是有啥物互动的关系。所以每一届的较大型的这叫做迄种民主运动行路，我拢会去行啦，哦，我拢会去行。啊，伫内底我就开始感受到一寡这个叫做灵感出来，就是你画这个。咱要民主，咱要人权，咱要啥？这拢是此起彼落的声音。所人共享，因拢有一种这希望。啊，所以我开始的时阵，哎啦，哎爬起来啦，民主啦，迄边说吼，咱开始啊，讲出咯，吼，真嘈杂的声音。但是这力量是无够的，爱汇成一股力量才有够。吼，所以开始的时阵，哦，你发现啊个，完了，啊，大家声一坐起来，第二步，第二步。行出第二步，啊，亲像一群人，树龙工厂向头前咧行，啊，当找一个领袖出来领导，啊，迄个领导主唱走出来，就是我家己唱的吼，啊，迄下骹的人就第二步，第二步，行出第二步，啊，就我伫咧唱。毋是干那讲鼓舞正人的志气，即款进行曲的作风呢？老师，我知影讲，你对艰苦人特别关心，亲像讲吼。单类有一条歌，或者食头路，迄嘛你足早期伫流行音乐的市场内底发表，尤其得到大家真意爱、真认同的作品对。那教育上甲文化上的歌，我拢用我的本名啦。吼，啊，较流行上的歌，我拢无用本名，所以足济我写流行歌无人知影。吼，啊，你讲这个食头路，就是因为迄阵啊，这个唱片公司金迷嘛，吼，金迷唱片的时阵。伊这个制作人就是江美丽，伊本身嘛是一个音乐，伊一个好的歌手嘛。吼，啊，迄阵啊，伊拢找我啦。伊讲，我讲啊，你找我，我无你写的，无啥你写流行歌啦。伊讲，毋过我感觉你的味足好的咧，你写出来较含别人的写台语歌无啥共款，啊，毋过有足有台湾味的啊。吼，所以我每一集拢会等候你甲写一条歌，上无爱写一条就对啦。吼，迄阵啊。伊的名歌手就是陈雷嘛，啊，我要写流行歌的时候，我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若要为这个人写一条歌，我爱去研究伊的唱，伊的音韵特色伫倒位，伊的音乐有偌快，啊，伊的上水的声音伫倒位，我爱去甲设计，啊，互伊凸显伊的精彩的所在嘛，啊，我感觉。陈雷就亲像讲，这个社会中间的一个机器内底小小的螺丝钉。这个螺丝钉你若无算落，这个社会这个机器袂当碰，伊就是占用这个角色。哦，啊，所以我互伊唱足侪迄种社会加改善的大普世的这叫做平民因的生活的迄状况。啊，所以。食粉爱靠春秋牌嘛，啊，你无钱嘛。迄当阵吼，你写有单位的歌，你讲暗锁咧，也是罗汉卡，也是食头路，逐条都迄度啦。啊，其实我内底有写真济，就是讲，亲像讲这叫做故乡嘛，阮的天，吼，因为迄个城乡吼无平衡，都市一直繁荣起来，啊，草地人拢都爱行来个台北。进入城市，才法度生存。啊，草地时段一直没落去，我感觉安尼毋对。城乡爱平衡来发展，哦，啊，所以咱咪鼓励一寡少年啊，倒等于草地去遐拍拼。你看，即马果然是安尼嘛，自然足发达。你伫草地做你的工课，你嘛赶快来当用足侪方式去消息啊。哦，啊嘛，这条故乡也有咱的天发表的时阵，拄啊开始吼。台湾社会咧讲究讲，地方爱有社区的再造，真正的老师唱出迄个时代。郭正真知影讲，老师针对台湾民间的音乐做足侪收集。你有一条唱到心内，迄条歌，迄就是针对讲足出名的民谣的歌手。这条歌唱到心内，迄条歌是安尼啦，吼。
当时吼，这个叫做我想讲，我一个人要推展台语吼，的歌谣，有一个台语歌困难。啊，事实上写出来的歌吼，有个唱片公司嘛，无我甲你采用，因讲消费者就无消费者啦。吼，伊讲老师，你的歌好听，啊，歌词嘛真赞，毋过我卖是要卖互谁啦？吼，啊，所以迄阵啊，我就想讲，看下当有兴趣的人，大家集中起来，靠这个力量。所以迄阵啊，我就开始都找一寡写诗的少年囡仔，伊台语也会晓，讲叫鼓励伊写台语诗啦。吼，啊我才甲你转做歌词，因为因无一定知影歌词的写法是安怎，啊，但是因有迄好的文学的概念，吼，啊，所以迄阵啊，我拄啊电影调查，我拢定了去丹达遐，丹达嘛毋捌来阮兜啦，吼，啊，所以到尾啊，伊过身啊嘛，伊过身了，我有去甲送葬。迄阵啊，我去送葬的时阵，恒春的店长吼足感慨，伊讲，但在地的时阵吼，足侪音乐界的人拢来找伊。啊，伊过身了，干那你一个人来送伊，讲干那我一个人去甲送上山头啦。啊，我嘛有一寡感触。啊，所以回来了，我当甲这个感触，当甲另外一个儿童文学家叫做贾补忠，哦，我下咱来写首这个歌，吼，为丹达出发，讲伊来台北感动足侪人，摕着吉他唱出着思乡记嘛，吼，啊尾后伊搁倒转去恒春了，尾后伊过身了，渐渐虽然这个民歌互你发展起来，但是拢唱去华语去啊。啊，因用的旋律嘛，无一定是台湾的风格，嘛无一定中国的风格，西洋味较重啦。但好听是一回事嘛，但是讲迄音乐风格无共款，毋是所谓为这个土地出来声音就对啦。吼，啊，所以我迄阵啊，我想讲，啊若安尼开始的民歌要产生的时阵，是讲咱爱有家己创作的歌，啊，含这个土地啊连接啊，但是你即摆歌拢无啊，吼，啊，所以。我讲啊，若安尼要如何去提醒新的一代少年人讲，单单的精神是安尼啦。所以我才去写着讲，唱着心内迄条歌。你真正要对流行音乐有所发挥，写一寡歌，交去唱片公司的时阵，无得较讲吼，大家拢甲咱欢迎呢。亲像简尚年老师迄条心情，深开始要发表的时阵。听讲嘛无介顺势，啊，心情的原主唱人，台湾歌坛的天后潘越云，伊要来唱一条歌，小等下要倒来节目现场，嘛来甲简尚年老师三个人三头两面做伙来开讲。心情亲像一只船，
天色明。你踏落山的风花，就是阮的心情。为你想伊想袂停，亲像风吹一阵又一阵。心情的原主唱人，咱正人拢真幸福、真烧目的台湾歌坛的天后潘越云潘姐来到节目现场，潘姐欢迎。国珍好，简老师好。当当时接到《心情》这条歌，还未录音，头一摆看到、听到，你回想一下是什么款的心情？其实《心情》是我第一条歌，录台语歌，然后其实台语是我的母语啊。其实一点都不困难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讲台语迄都无问题啊。但是要唱歌，歌词会有很多发音跟咬字，这个就要很大的学问。所以我拢爱请教人啊，这样在心情的歌词对我来讲就贴切，因为伊有写到心情亲像一只船啊，心情亲像一片云。迄拢是我细汉的一种很多的场景，这样子的。是讲潘姐，我要请教你，因为你大起声，先开始踏入歌坛，你唱华语歌曲，迄当阵的社会气氛，可能嘛真侪人感觉讲华语歌曲比较主流。雄雄甲你讲，咱来录一条台语歌，你敢有听到旁边有一寡无共款，还是反对，还是议论的声音？无咧，完全拢无。其实台语歌的咬字比较多嘛，哈，它的发音比较多，所以其实台语歌有很多的文字是华语里面没有的，而且它的咬字啊，它的情感这种诠释也是跟华语会有不一样的那种情感的表达的，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介好的机会，对。啊，公司甲你开喙。讲咱专辑内底来录一条台语歌，你较早拢有捌录过，啊，你敢有讲问讲，哪会找到我呢？台语是我的母语啊，所以他们认为台语歌等候我应该会晓唱的，无什么问题。其实歌词我有下很多功夫去认真做功课的，有些咬字不一定是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心情这条歌要交甲岳云姐、潘姐手头进前，敢若都已经做有足侪破解。对，这是安尼吼。先感谢迄个潘老师替我唱这条歌吼。这个是迄阵啊，我一直咧想讲，要甲台语歌写出优质的台湾歌，吼，袂使讲干那拢加改赞啊，迄个粉味酒味，吼。啊，所以迄阵啊写好的时阵，我有寄互唱片公司，台语的唱片公司，我其实找。写几个首啦，拢含这个较文学味的物件，像向阳的阿爸的饭包，吼，啊，这林边写的心情，啊，个谢武章写，个宋祖来写的，吼。但是我若寄出去，因拢总消息拢无啦，拢无甲你回应，吼。啊，有偶尔听到也回转来是讲，你老师你的歌好听，啊，歌词嘛足好，毋过我甲你做，我毋知要卖互啥。啊，尾后我想讲，安那用我的名去用拢无效，我才搁化作假名。
就去参加民风乐府比赛。哦，因为我金韵奖已经是创作歌手，我来用我的名去比，感觉怪怪安尼吼。人惊讲有迄个啊，做讲啊，你都是某某人无你得奖嘛歹势吼。我讲安尼无公平，我用一个假名叫做甘龙。甘龙，吼，那甘龙可能足侪人唔知，现在我要合作甘龙，甘就是寒极甘肃。农人字旁搁一个农夫的农嘛，你农我农的农，就是讲默默耕耘的农夫啦。寒极啊，默默耕耘的农夫啦。这是我当时的思考，所以用迄个名去比赛。比赛拄啊好，我所了解的就是讲，迄阵陶小青陶姐嘛，陶姐，伊咧主持民风乐府，迄阵啊滚石唱片的钟先生，伊就是评审之一啦。伊看到这条歌足介意的，就问迄个讲主办单位讲，这条歌上写，讲甘龙，甘龙要对吹，尾啊他找到本名不是我，迄阵啊我因为我伫海关上班嘛，我想讲我用我的名去比赛，歹势安尼，有当用我的 member， 我的歌员啦，我讲你用你的名去比赛安尼，化作甘龙，所以迄阵啊滚石来找我这个 member 叫做钟义，姓钟啦伊是一个客家人，伊讲，迄毋是我写的，是阮组长写。迄阵我还记得，阵啊来的是迄个周华健。周华健伊滚石开始，伊毋是开始也袂做歌手。伊伫制作部。对，伊就去甲提谱。提谱的时阵，伊带因太太来美国高粱嘛我感觉迄个我感觉的周华健人足客气。真客气。他不错。搞即马拢共款。我感觉这人还不错了后，伊就摕转去，迄个段宗义嘛二毛嘛伊就因为阮两个不熟悉，伊就敲电话问我，老简你写你唔较早讲咧，你有啥物要求啦？伊讲我要用这条歌，我讲好啦，安尼我知影迄个叫做天天天蓝迄潘老师伫恁公司啦当红的华语歌手。我即马就是要用华语歌手来唱我的台语，我不爱搁用台语，暂时不爱用台语的歌手啦，因为迄条路伊行袂通嘛，我行为这条路过来嘛，我心里想啦，因为咱袂使怪迄个做出版台语遐唱片公司，因为着生存，但是咱提供一个机会，我若是用我的方式去甲表达台语出来，那真正有名搁有利，你们就会跟进。这就是社会的这种经济的现象嘛，所以我足要希望讲心情较唱红的，所以我就甲二毛讲，迄个第一，伊讲你问我有啥物要求，我讲无啦，但是我期待不是要求期待的第一，你那个伴奏不能给我像那个是那个，你要加强弦乐，整个迄个氛围甲气质拢要甲做出来，过来就是歌手。我讲恁公司有一个潘越云，伊高雄遐来的，我知影，因为较早你捌伫高雄的 club 捌唱过歌，你看我拢甲调查起来，我讲伊台语会晓，我希望伊来唱我这条歌，这是我两个期待啊。迄阵心情了，我有建议滚石要出你的专辑。台语专辑我有甲讲，难怪后壁都有台语专辑。迄阵我唔敢讲，迄是我功劳啦，但是迄阵我有甲建议你有感觉讲你开始唱台语歌了后，整个台语市场的迄伴奏全部改了？有啦，我开始唱台语歌，足侪人拢感觉足奇怪，因为我的诠释甲我的咬字啊，就是甲一寡唱台语的很专业这些歌手拢无共款。那我就是很自然啊，就是用我的方式，用你的方式来诠释，而且大家都认知以为就是台语歌就是很拉卡西，对，就一定要这样，其实不这样，不是这样。那因为像《心间》是经过陈志远老师的编曲，整个都是真的弦乐，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 MIDI， 所以都是弄起弦乐，都是真实的乐器，所以听起来其实是跟华语歌的编曲同款的，只是语言是不一样的。这样。咱这做少年的时阵，
对各种无共款音乐的曲风，都用真开放的心情去接纳。每来家己成立工作室，嘛唱真济新开口的歌，甚至到即嘛，潘姐咧读硕士、读博士，拢一直要追求新的学问。我觉得过去当歌手是因为要履约，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合约，所以你一定要履约的，所以大概都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可是后来慢慢的，现在的唱片，这么多年下来，唱片都已经变成是数位化了，然后载体来取代了，所以靠吸干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去念书很好啊，念书是不分年纪的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念书所得到的都是自己的，其实是蛮开心的。学不完的，真正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迄阵啊，我就讲，嘿，咱较早一李登辉教授吼，讲读博士的时阵，计先50几岁嘛，啊，我佫比佫较老啦。老师，安尼阮期待你，佫无偌久就要做总统啊！当然吼，潘姐今日来足欢喜啊！听老师咧讲，佫真正钦服。所以老师，海关无法度人会知影感上人，但是台湾的音乐界袂当无感上人。今日开讲足欢喜啊！佫前要特别邀请感上人老师，谈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钦服的手印。老师请。感谢。哇，好特别啊！老师请坐，老师来，老师来，请坐。真欢喜，潘越云潘姐、感上人跟老师今日同遮甲咱做伙讲遮尔济过程，讲遮尔济心情。感上人老师的歌甲咱讲，你若爱咱岛，请你唔通嫌台湾。台湾歌的未来，就爱靠一代传一代，继续打拼，继续唱出台湾人喜怒哀乐各种的心情。老师多谢你，多谢潘姐今日来开讲，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潘姐，谢谢，足大的欢喜，你会当来。